規撞到人先，係啦。好，藍色開波，藍色開邊線，係啦，小朋友去開邊線波。好，5秒鐘，4、3，係。呢度有好出機會，教練話傳波，亦都係 B.K 開波，藍色開波，藍色一個隊員去開波，好5秒鐘開波，4、3、2、1，0，啱啱好。調轉咯，調轉咯，假動作，假動作，假動作。2分入，係啦，小籃球咧冇罰球嘅，藍色開波，白色防守。好換人，藍色換人。5秒開波，小朋友記住啊，5秒鐘就要傳波㗎，唔傳波就人哋開波。白色開波，係啦，而家白色開波啦。我換人，白色換人 ，Daniel 換人。Daniel 換人。我子朗開波，子朗開波係啦，子朗。好，5秒開波啦，我提你。4，好繼續，我拍過呢邊，拍啦。射呢邊，射呢邊。好，開波，係啦，呢度係啦，5秒。傳俾隊友，傳左右可以，我向前拍。赤子開波，係啦，傳個波俾佢，望下邊個係隊友先，我而家傳俾佢，5秒，4，金波，好 hold 住，我再開多一次啊，都係藍色開波，好，一個開波藍色，係啦，一擊開波，徐勝賢開波係啦，呢邊。呢邊過嚟呢邊係啦，係啦呢度開波，踩腳啊，好5秒，4秒傳出去啦，傳，我去得，拍波，係啦，走向前走，我單手拍波啊，小朋友可以，我傳俾隊友，犯規係啦，22號犯規，標場犯規，藍色開波。
好0號開波0號。好一人孖一個啊，白色係啊，一人防守一個。好都係即開波。好白色開波，白色白色揾一個球員開波。好白色開波，可以。好歐雲開波。好藍色一人掹一個，藍色一人防守一個。好犯規係啦，犯規係啲區人犯規。好嗱，白色底線開波，白色開波。好藍色防守，一人掹一個。藍色係啦，藍色一人掹一個。網上睇一睇啊，一人掹一個。3，先。OK 嘅，係啦，堅強，可以，先 ，OK， 可以繼續比賽嘅。好，藍色開波，藍色開波。有控制可以好，就係個。哦，係啦，陽光組別咧，我哋提醒，陽光組別我哋提醒，傳出去，係啦，冇錯。犯規啊！撞咗落去個人度，犯規，係啦。冇乜氣喎，波。我哋半場嘅時候嘅。澳門人。你開波完成嘅，大力頭開波。好藍色嘅至開波啊！我你開唔到出嚟咧，就轉翻白色衫標長嘅球員。標長要揀一個人幫手開波啊，係企出邊線出面，係啦。我都係0號標長主理呢個進攻啊！好，傳翻俾11號嘅球員。我有中波嘅情況啊，大家都好落力啊。好，球權睇下屬於邊先，球證吹咗啦，係球證吹咗啦。好，白色開波啊！白色開底線。我都係有5秒嘅時間去開個波出嚟啊！藍色嘅防守好嚴密啊！好，佢係揩到個框啊，所以球權轉翻俾藍色 Mikis。好，最後10分鐘啊！少少啊，可 Mikis 有個快攻機會啊！20號黃士希，哎呀爭少少，再搶多籃板冇聲，都爭少少，好出界，唔緊要啊！我哋 Mikis 仲有個底線波嘅機會。我 Mikis 做咗換人調動啊！藍色開波，藍色派一個球員開底線啊！你哋進攻啊！好，哎呀，嚟個空曬睇唔到，唔緊要，我喺 Mikis 而家在呢度全場聽嘅。
向上到 OK， 好零號 all the way 啊可以。最高機會仍然犯規啊！哇，睇下球證手號先，都係底線波啫。我傳到俾空勢球員。另一邊啊！另一邊啊！另一邊啊！好 future 作出換人調動啊！一次過換晒3個。係啦，所以球員換人嘅時候咧，可以直接拍一拍佢話教練嗌我換你啊，或者直接嗌佢去翻後備席啊，可以。我都繼續係 future 嘅球權。藍色開波啊！藍色開底線，係啱啦！今次個方向啱啦。哦 ，future 42號球員成功偷到啊！42號球員麥子朗成功入到2分啊！好，球員去翻 B Kiss 嗰邊。B Kiss 有個快攻嘅機會，都係40球員麥子朗偷到啊！好 ，B Kiss 作出換人調動啊，3上3落換晒3個人。future 呢邊都作出換人調動。啊，係啊，子樂打得好啊，所以教練俾佢留低啊，42號球員，啱啱入波嘅球員啦。追翻2分啊！比數係3-8。我邊境成功再入多2分，再追近咗個比數去到5-8啊！繼續搶多個球權，好成功將個波傳咗出嚟，再望到籃底空晒嘅隊友。哦，犯規啦！
好，家長麻煩可能要睇一褪後啊，因為我哋個邊線嘅空間唔係好夠啊。好，成個開咗波出嚟啦，我罰到犯規啊 ！B Kids 嘅球員，好有罰球射啊！應該今次。邊場嘅球員唔需要企位啊，唔需要企位啊！好 future 再作出換人調動啊！好 future 嘅就係0號 Luca 帶住波啊！好球員繼續係白色。好球員繼續白色揾人開波，係啊，白色 future 揾人開波，揾球員開波。好，奇進傳咗俾 Luca， 爭少少啊！呢球撲到罰球啊！好 time out， 所有球員可以翻去教練嗰度啦，暫停啊！